如果你们不能依照我的教言而行，即使我活了千万年，与汝何用？如果你们能依教奉行，亦如我永久注视，你们要坚定信仰，皈依法，依法而行，不皈依其他。你们要精进修学圣道，解脱烦恼，住心不乱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弟子。你们不要伤心，因为天地万物有生就有死，和会必然有别离，这是无常真理的定律。要以戒为师，以四念处安住，以莫病之调伏恶人，在一切经手安立，如是我闻，令人起信。要常常思慕佛陀的生处、悟处、说法处、涅槃处。最要紧的是要身长行子，口长行子，意长行子。师尊，师尊，师尊，永远都是我们感动慈悲一份爱，眼泪留在我心中，涅槃时候如心疼，春夏秋冬10年，感恩老师一份爱。佛陀在我们心中，莲花飘在天空中，周见佛陀千年，没有苦恼一颗心。师父，我在这一刻已经重生，从今以后，我将不再独自享受成道之喜悦，定会秉承师父的精神，将正法传播给后世。师父，请您放心。
迦牟尼佛弘法49年，他用无限的慈悲与智慧助兴佛教，普度众生，被世人尊称为佛陀。佛陀涅槃后，其座下弟子依训将佛法发扬光大，并传法进入中国，佛音响彻大江南北。随着佛教的传入，中国自汉代开始大兴土木，建寺庙、修道场，延续至清末，在今天依然香火鼎盛。山西五台山、浙江普陀山、四川峨眉山、安徽九华山，被誉为中国佛教4大名山。作为佛教文化遗产，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亮丽瑰宝。